亲爱的民众们，大家平安。咱这礼拜进行咱来锻炼诗歌。第一首128首，这首叫《主耶稣我的主》。这首诗第一个报道的是培灵会，是团结主会一个在那唱。在咱看咱的圣诗顶头，伊的歌词甲作者，伊写不详，所以是毋知是一个当时向下的一个词。但是伊的歌词真简单，就是英文是 He is Lord， 伊就是咱的救主。主耶稣我的主，这首诗大家拢真熟，但是歌词真有意义，咱大家来读出来。来，咱做来读。主耶稣我的主，伊有对死过活，担做我的主。万人着挫败，万民着宣告，基督是我的主。敢若拢无听到，咱开始。因为我才不咱迄个手若有信心，就该去做好，128首。信心128首，咱做伙来读歌词第一来。主耶稣我的主，伊有对死过活，担做我的主。万民着挫败，万民着宣告，基督是我的主。第二节。主耶稣我君王，伊要组织万邦国做咱君王。必然要来临，世界要引导，基督是咱君王。第三节，主耶稣伊是命，伫伊一生所行，表明伊是命。属伊正经义，随声欢喜唱。基督耶稣是命。第4节，主耶稣活命主，用死讨白咱自由，活命的主。伊的呼召咱，伊在呼召咱，伊在呼召咱，甲伊永远的路。基督活命的主，互咱轻松多些。主
的投资，我想天父的投资就是天国的投资。咱一般世间人，伫这世间咱较爱的拢是金银财宝好命，所以世间的投资，这是完全无共款。咱对比救主所领受天国的福音，所以真感谢主，互咱昨礼拜会当到伫天国的教会中间，暂时离开这个社会，这个无限的世界，互咱会当伫这个遮安静认真来敬拜上帝。咱今仔日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9章第6节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。在天国的投资，天父投资嘛是少种的就少收，多种的就多收。讲多煞，咱要回应诗是510首，温存做工，无嫌劳苦。这首歌咱嘛，这首诗咱嘛真熟吼。有咱的成语讲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生之计在于勤。一世人的重要的计划，就是爱温存好。今仔这就是咱在天国投资真重要的思想，甲态度，甲用途。我看这歌词40嘛拢足好，温存做工，咱做伙嘛过来读歌词，来做伙温存做工，无嫌劳苦，欢喜来做，天父甘定，这是我主所行的路。路福应该替主来行，温存做工着趁机会，一时快乐，趁年得教，救人的工尽力来做，专心地才有功效。温存做工，谨慎祈祷，高用智慧，拯救世人，上帝恩典。四维万物，吹得圣人得主灵力，温存做工，就尽本分，工程完成，就得祝福，告主过来，通达圣道，进入天国，享受安乐。我这歌词讲曲，我拢这个程度，这首迄个写歌词的是一个。苏格兰人叫波纳，伊嘛有写一首诗是我情失个互哪样？这个歌词嘛是写，咱即摆来念这首诗对头念到尾来，念。
因为咱每一个人拢伫咱一生中间，伫咱有活命中间，咱稳困来做工，将来死过来的时阵，咱会当回想着讲，咱是好过真种的好。请安静，同心来敬拜上帝，走啦！
大观灵者的囝，恁就将阳光退力归互上主，归互上主，就将上主的名所应该得到的阳光归互伊，用圣洁的真他敬拜上主。大家来吟诗有上帝，圣诗128首，圣诗128首。下面。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生命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基督玛利亚出世，伊温柔了人来受苦，因是个死海中人物，第三日对上用苦啊，受天，那最全能的上帝大人，因为天下在生活大人甲死人，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最下面就可过啊，另外好命，阿门。请坐。咱甲用启应文54篇来引述上帝话，启应文伫圣诗后面，启应文第54篇。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，忧伤的人真有福气，温柔的人真有福气。要喙搭与我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，熬人品的人真有福气。心清洁的人真有福气，福州和平的人真有福气，为了实践上帝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。当心来祈祷，全能的主，主爱的上帝，阮感谢你无尽的恩典能力。咱搁自己伫遮仰望你的阳光，天父你是圣洁公义，你的声有大气力甲威严，你是自然的主宰，大水泛滥的时，上主你做王掌管，瘟疫毒疾发生的时，上主你是阮高尚的所在。伫世界一切发生的代志，拢有你的旨意甲你的掌管。阮软弱就秘伫你的内面，你内面有安乐。有丰盛的恩典，有阮所需要的平安。咱台湾伫你的保守内底，你着保全。阮感谢你的慈悲，咱要称颂你的伟大，为阳光互大有信心的地位。总是阮亏欠你的恩典，阮无时时照你的旨意来行。
阮无确实和平，反倒为着家己的利益来袂记哩公义。阮常常掠做家己有理，来袂去体贴因理甲阮无共款的人。阮就是俗体马足，赢过人性的需要。阮以世上的标准来判断别人，来当做家己的目标。阮只有追求世间的富足、快乐以及成就。上主啊，阮的失错你拢知影，求你赦免，求你更新互阮内底有你的信心，会当记得你所交托阮的使命，时时因无你的旨意，善用你所赏赐的才能，实际你的教导，互阮去行伊地上天的天理。伊要上帝，伫疫情渐渐稳定的时阵，阮的教会嘛开始恢复正常的聚会。各团体、小组、主日学，以及7月份要举行的儿童少年的夏令营，求主你来带领，互一切顺利进行。无论会友、辅导友，无论长辈还是儿童，会当伫活动中一直造就信仰，一直激励。求主看顾牧师、长职、同工，坚定因的信心，保守因手所做的工。阮将今仔日的礼拜交托伫你的手手，你感觉即时阮也要照主所教授阮的祈祷文单写祈祷引导。
新约有9福音19章第1节到13节，期待主和你本圣经第93页。新约有9福音19章11节到13节，期待主和你本圣经第93页。第1节，因听记者的话时，耶稣搁设一个比喻，是因为伊已经困耶路撒冷。因也拍算上帝绝对严厉显明，伊就讲，有一个水贵的人去远远的所在，在受风来去着国，才倒转来，就叫伊10个多国，用论10分互伊，对因讲，去做生意，到我倒来。请下文书讲到第8是天地投资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先来讲台语是一项遮困难的代志，是讲我不晓讲，听讲讲出来就家己笑尔。我的台语是细汉时阵伫咧学的，较大的时阵伫咧四季走庄的时阵，伫咧中南部4季咧学，所以这腔吼乱七八糟。你听起来可能闽南腔、无闽港腔、闽港腔拢有，怪怪，无要紧，都听就好。感谢大家的包涵甲原谅。今仔日我代表联合财团的基金会来到遮，来甲大家分享，嘛甲大家负担。今仔日我要讲的题目是天地投资，是讲个无好的，较无准确的嘛是无认同的，大家就小包涵。阮现在做伙来三个来祈祷。感谢天地，甲阮做伙做伙。我哋一起聚会，然后伫遮来敬拜阮的天父，我甲你感谢。顺续的时阵，我会来看着阮家己有啥物需要，嘛交托着阮天父的手头。阮知影你一定替阮看过。感谢你今日来带阮从到遮来听每一句道，来放在阮的心肝底，会晓伫咧心内来可以去行出来，然后看着做伊的见证。感谢主耶稣，阮三个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天地投资，今日这题目我伫做的时阵，我咧想到一项代志，台湾实在遮够。伫咧这段时间，阮做到遮好的行为，不管是福音，还是伫咧各方面的表现，特别是国民的表现，互大家接点样。安怎讲？政府发展遮侪政策，爱阮去做，爱去遵守。讲实在话，若是毋是讲出自心内，自己自愿的。伊遮歹做到遮好诶，感谢主，阮是遮去做。教会搁做为示范，安怎讲？刚开始知影，我们开始防疫，10月底、1月底时就开始咧做。教会迄时一定伫想尽办法，讲大家会当挂即个水验，对个，大家会当严体温来确定讲来保护自己。甚至有看教会较大间诶，伊讲我们分堂聚会。阮若是一寡人会在厝内咧聚会嘛是会使。即个韩国佫无共，你看着韩国有一寡教会讲一定爱聚会，人愈侪愈好，不要紧，免惊其实这代志拢想看诶，无一定是讲上帝来做工来保护啦。其实已经互人见到，结果我无去做，无去注意，这才是重点。但是在台湾，我觉得教会有较体贴。百姓的需要，袂讲一定要教会来去阮为上帝免惊阮就安尼就继续过来聚会什么做，阮会先做示范作用，然后我嘛来做防护，来做互相的保护，事实证明这是还是较好的，做一个较好的示范。好，来，阮来今日来谈到这个圣经的内容，天赋的投资，天地投资。有一个股是巴菲特伊讲过，投资股票，投资股票是无困难的，毋爱记得两项的关键，头一个袂当亏钱，就袂当了钱，对吧？第一个，第二个原则，第二个关键是讲袂当袂跌，头一项的关键，其实刚才是关键尔，就是摆了钱对吧？毋过做投资人都知影，咱有可能无了钱的代志，无风险就免。无需要去投资别人拢去佫等你卖。但是这项代志讲，互我着提醒，我想一个边讲，
投资一定为着讲，我是为趁较济，我才会去投资，无根本就无需要去投资。我会放伫遐就好啊，钱放伫家己的厝内底就好啊，放伫银行嘛会当生利息对无？啊，即摆无，我因为要投资，我就要放伫别项物啊有较重要的目的去来投资。所以一定对即个投资的人，伊较有一个信任，你才会讲，把我的钱交互你，你来替我去趁。你来去做生意，来替我去做一个较重要的事业，所以你的钱会放伫倒位，会通想着我较重视物啊，到底是啥物？这是股市里面讲的提醒，所以投资一定有啥目的，啊，投资的对象一定对你来讲有淡薄信任，伊做的代志，伊即个人，互你知影，即个人会当信任，我惊钱交互伊，伊会叫我甲你处理好。好，今日基本来讲，就讲到即个就讲福音的19章内底，讲到即个耶稣准备要进到耶路撒冷以前，伊在头前佫一个故事，你甲大家较知影，撒该，吼，伊个鞋啊撒该，爬到树顶去看耶稣，耶稣讲要大领导，这个故事我相信拢知影。啊，这个故事佫延续落来，遮侪人要开始对着耶稣要进到要直直去耶路撒冷的时阵，这时阵耶稣看着700人讲。听见这话，这个故事其实呢，伊就遮烦恼，因敢若是无讲听到介清楚，伊就想着嘛，来讲较清楚，互伊知影到底这个故事、这个撒该的代志，跟延续落来，伊要做的代志有啥物关系？好，经文放伫遮，你若有圣经，你就甲拍开，哦，就甲我19点，你就放伫遐，因为前后我会做一个提醒来看这段的故事。好，来11节讲。竟然听过这个话，耶稣因为要跳进耶路撒冷，所以听伊动作是一个强迫现出来。这是讲到迄时阵的犹太人，伊感觉是讲耶稣你来，你若是迄个弥赛亚，要做项代志，就是比如讲这犹太国，佮复兴起来，脱离这个罗马人的政权。你听到遮？伊伫想这代志，毋对，神的国要显出来，毋是只款你行的，伊要讲较清楚一下。你讲一个故事内底一定有些重点。你听个试管顾问公司就讲一个故事，讲伊讲这教伊囡仔啦，讲来，我来缀一个柑仔，这空的瓶子吼，空的柑仔，讲要缀甲满，啊头前放啥？大石头、小石头、沙啊甲水，伊讲伊要安怎缀？啊，我就真巧了，我知影安怎缀，伊就将迄大石头放伫内底。我讲啊，我缀满，毋对，安尼放袂满，毋对，我搁想个办法。伊先叫我做小伊迄较细粒石头放伫内底，啊，等下讲大粒我放入去，啊，我讲我满无，无，伊个是刷平哩，啊，刷伊啊内底芳片，我给人听到满满的，敢若满无，安尼啊无，迄水拢停咧，佫会当提水。啊，迄个真正会满，实在是吸袂去。啊，问伊讲，伊讲伊安尼吸缀满敢对？啊，讲看起来是对，啊，问题出现。伊讲你真正吸到满才对，啊是你的重点是啥？有一项代志伊讲袂记，伊上大的石头袂记藏起。伊讲你拢撇出来，拢把它倒出来之后。伊将迄大粒石头先放伫内底。伊讲为虾米安尼？你若放伫内底，就不好着放其他物啊。伊讲对，啊毋过有桩代志，我放上重要物啊。其实你的人生内底，你会放遮侪物啊，啥物物啊是上重要，应该先放伫遐，这是个重点。所以讲到三界伊的悔改，毋是讲伊即个人开始我要去做一个税吏，我要去收家己人的钱，毋是安尼。伊讲伊做的修改。伊的悔改的重点，毋是干那是伫遮，表示讲伊要对罗马政权的抗拒、对抗，毋是安尼。伊是原底是看着撒该伊的悔改到底是啥物啊？伊悔改伫啥物代志因在顶头？咱来讲，伊找着上帝话语的交互伊的原则甲良心。你看着撒该要悔改的时阵，伊讲伊要将伊欠的钱，甲人骗来的钱拢还转去。啊，佫行4倍，这代志对一个看重金钱的人，这时阵愿意甲伊放出来。伊敢若知影，伊收集金钱，伊敢若存遮侪钱的目的，找着啊。
我就是要实现真正按照上帝原则的方法去做，现在爱行了嘛。各位分好这钱，分好这爽用的人，会当得到我把这个生活，伊找到这个目标。这个原则的修改，甲对面是无共，跟正经是无共的。伊跟正经开始讲，哦，我来做，我来尽量去趁遮济钱。但是拄着耶稣谣言改变是，我知影我这个真正重要的目标到底是啥物？所以你会发现，这后壁佫开始佫讲到这看10个仆人，就10个仆人开始可以怎样用去做生意这项代志。我突然间讲，有一个连结，我找到一个方法，发现你这内底上帝讲，你做啊遮好，我互你10岁城互你管。哦，这个袂歹，5岁城互你管。你做代志用遮贵人会知影。请问讲，你即摆家己公司内底做甲遮好，互你上好的奖赏是啥？是互你做较侪代志，还是讲好，即摆互你放假，你去10个月拢去休假，公司照发薪水互你。你知影奖赏的概念，在这里面顶头上帝讲，来，互你10岁城来去管。其实这个仆人爱做的比以前佫较侪，佫较大，佫较忝。上帝的赏赐，互伊是去应用伊的忠心。可以完全去发挥，可以再一次得到信任，搁得到伊原底上帝仆人的身份，搁得出来，这是重要。所以其实听了到遮，他讲神的国就要显出来，让看到。其实伊看到遮侪上帝的百姓开始做上帝变去行的代志，这时阵才是伊真正的目标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伊遮把握迄个重点。伊才会当把当下的代志，就是现主是到底要做啥物较重要。头先讲嘛，重点，你的人生重点到底是啥？我每日带囡仔、带学生做一寡时间规划的代志。阮定来讲，哇，你时间是安怎规划吼？你家看嘛，你一礼拜到底做啥物代志？开始写，写到后壁，我遮快乐，遮满的代志遮济吼。学校社团啦，这个要读册，明仔要考试啊，准备甲这个要约吃饭，遮满的代志拢遮满。我讲你有时间陪恁爸母食饭咯，无咧，这时间拢伫外口吼，转来暗时较晚食宵夜，无时间玩咯。你是讲你顶摆一好嘛？阮或者年啊拢忝了，阮先问一个，你头一项应该排入去的代志到底是啥？你的时间表内底上重要、第一项重要的边到底是你先排落，才开始排其他的代志。毋过伊就遮困难，这头项重到底是啥？伊就讲，我感觉应该是亲近神较重要。我说好你既然这重要，你就先排。伊开始犹豫，毋过我会知影着。困无饱，佫爱起来灵修，安尼无讲这不合算，袂合安尼。我讲好袂要紧，你想定上好的时间，伊就安尼想拢想袂出来。上尾讲5分钟，放蛋要困进5分钟。这5分钟来讲，你敢做会了？就看看就顺续困到底是看3分钟还是2分钟？不要紧我有做啊。我讲这是你认为上重要的代志，你是安尼来看待。你知影这代志，突然就来真切咯，醒过来讲对吼，既然我讲上重要，结果我开始无开时间，佫无给放个上好的时段，这是啥物啥？毋过我的人生，阮的人生，但我的时阵嘛像安尼，阮分甲4、5地。结果就无想着讲，到底啥物是上重要的？我应该先来放伫上重要的时间、上好的时间、上好的品质。这就是阮的态度。讲着啥物个对上重要的代志，把握迄个重点，你才知即马我要做啥物选择。你讲着一个贵族，伊去远方去做代志，要一个倒来，
当然，我嘛知影，这是耶稣的比喻讲，上帝讲逼出来。即摆伊讲啥？伊讲伊叫伊10个仆人，在仆人到伊面前来讲，都互伊50两银，一个人1两，去做代志，做生意，等伊转来。这样来听起来，敢若1两银要做啥？要用去做生意，去迄个头家，去迄个贵族来趁钱，对，这是应该，因是伊的仆人。应该是照伊个意思，毋过，阮着思考一项代志，上帝将律法交互以色列人、犹太人，是要遵行伊，是要人看到伊伫个身躯顶，看到因上帝的心意。其实对古早时阵，亚伯拉罕开始，你着发现一项代志，亚伯拉罕一直到雅各、犹大，这一路后面，一路到即摆来看，这历史中内底看到伊去到倒位，毋管伫倒位，都有一项代志发生，就是伊带倒位迄边的人，就开始注意到，即个人敢咱相信的无共，迄个上帝甲阮所想的无共，奇怪。去埃及，伊讲亚伯拉罕做甲成功真坏，伊个某讲，我小过，你要提就提去，你看起。即个唔对啊！你哪会做这种代志？毋过上帝甲伊讲话，埃及的法老知影讲，伊即个人后壁性较无共，会甲伊讲话。伊甲我警告，伫个非利士内底，伊后壁伊要埋葬伊个某的时阵，伊咧摇米拉讲的时阵，你知影有部分的人讲，你即款都要提就提，不要紧。你是迄王子，你是尊大的王子。伊的生活毋知是安怎，人看到即个较无共款的生活，较无共款的信息。随后以色列人，就算有国家拢无去的时阵，因走到四界的所在，有遮侪的人，都开始注意到即款犹太人的生活，因开始体会到，无信定啊，体会到，做伙来祈祷，做伙来读圣经话，搁行出来。人看会见，即个见证是迄4个人有遮侪，虽然毋是犹太人，不是犹太人，有讲外邦人对无？听起来讲即个无机会进到上帝国家内底来。伫因的律法当中，即款人是一款敬虔的人，毋过即款人是无法度真正胜过上帝的百姓，这毋对。这内底看到遮尔，是有一寡人，伊虽然讲不要紧，我不可能当成犹太人，我袂做上帝的选民，不要紧，我顺续还是要信这个上帝，因为伊是真正的上帝。有一寡人是安尼，一直到耶稣来的时阵，伊顺续讲来遮听耶稣的讲道，需要伫4界建立新正的教会，这就是历史化的经验。你会发现，这个比喻当中，比喻里面看到律法其实交给了以色列人是要遵行它，是要对伊行的，是要行出人看到的。结果伫遮听到，因敢好一个律法，一个律法敢若一个球棒，4个人打，你无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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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无讲行出来，互人看到，这是危险。所以讲，把握当下。其实先问，新闻重点到底在哪位？到底因真正应该重视的物仔是啥物啊？爱注意着，你摕了雨伞，我讲细汉时摕雨伞，日日风雨连绵，阮有时安尼摕好摕到对无？我摕到安尼耍，囡仔人就是安尼，敢摕着一个宝剑，4过耍，有摕头嘛摕尾叫我要开迄个伞，那个雨伞的时候。要开的时阵，惊人挂着，你内底拢那个伞骨啊，拢铁的顶下会搁挂着，这就疼到毋敢摕雨伞，你即摆你袂晓，你知影你爱摕倒位，开的是爱饲倒位，爱当开，就袂挂着家己，这是学出来。毋过摕雨伞开始一定遮麻烦，愈摕愈顺手，你就会当知影安怎来用这个雨伞。我讲你会晓学去做去摕迄支雨伞，
伊是迄个过程，伊开始习惯伊的问题，伊知影是压力到位较袂受伤，你知影落雨的时阵，我会当甲运用，你袂放伫厝内底哦，袂要紧，迄个物仔会挂手做卖用，袂你知影落雨就爱摕出去，太阳太大拿出摕出去做阳伞，这是啥？爱摕出来用，用的时阵你会发现。我倒来就投资的物件，投资的物件就感觉这样呢。我知影这投资一定有风险，一定爱学习安怎去运用。去做生意，敢有讲头一工就开始赚大钱？应该是无，拢爱学。阮做一款商业训练，商业管理的训练，讲的时阵就发现一样代志，比阮一个公司要开始趁钱，上好上顺的衫。但是讲即摆有一个较新政的叫做社会企业，大家有听无？伊咧的利润搁较高，要开支搁较济，所以差不多爱7年到10年才会当开始回本，开始打平哦，开始回本，开始做，开始有趁钱的时阵，这样花遮侪时间，所以你知影你的投资有一个问题，你开始去用，哪用哪学习。不是讲摕去钱钱我行拢钱了去，我就卖去用，放伫厝内底甲存起来，甲讲做财经尔，无效的，一定爱去用。所以开始讲即个比喻内底讲，去做生意，你去做生意，这赚有互你，毋是袂放伫厝内底，是要叫你去用，去学习，去安怎去做伫上帝要做的代志里头。所以即来讲诶，投资互你就开始要试看卖。你嘛讲，逐工在拍算讲，哇，安尼做较好，但是拢无做，袂使，袂做的是假的。三界有回解，看，讲着这10岁城，甲5岁城，搁再托付，搁交互因，就较正重要的代志，就是会当尽家己的忠心，伊真正忠心，甲这一样用甲学上帝的生意，学你迄个过去的生意，要做生意，我就来去做。毋是讲我会晓，还是袂晓，还是会趁钱，还是袂趁钱，是讲我应去做，做了才个讲，我尽量去做，我尽一切力量去做，这就是我讲的上重要的代志。这内底，三个会当做是伊将伊不必得到的钱财，拢摕出去，互人看到上帝对人悔改的心意，看到一个真正属属于上帝的人，应该是安怎来做。做这些示范，互人看见，加上这10座城、5座城、10座城、5座城内底，是上帝搁再搁一届搁交互伊的仆人，会当去做搁较大的代志。伊知影因的禁忌，会当做每一项伊会当做的代志，来忠心于上帝伊的命令还是托付。问题阮来讲，今日。上帝到底对我咱托付到底是啥？其实耶稣伫撒该的故事的背了，伊讲一句话才重要，请大家甲我斗相共，恁来念看卖即句经文是安怎念较好？来，大家做来听。即句话我想你听甲遮久啊，听，我遮感动的，因为阮。就是阮早上帝来找找人，耶稣来找找阮，伊就通过遮侪人来甲你找找，对无？你想看卖，就算你自细汉伫即个教会，搁有迄个时阵，有人甲你讲着上帝的福音讲，我决定啦，我家己决定，我要做上帝做囝，我上帝囝，我要做上帝囝，我要认罪，我要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，有无？应该是有对无？你有发现你一个时间的时阵，有一个人甲你讲，你搁想着头前，不止这个人，搁有谁，拢甲我讲过，你有爱信听啦，你有当作耳边风听袂着煞，毋过迄时阵我听着。你知影耶稣对遮侪人，一个甲你讲，我讲行较头前，即个教会，你是连淡水河边行，你开始徛这个教会起来。知影，伊谁来到遮的？为什么来到遮？伊传到谁都传到谁一直传到今仔日有一个教会的遮，人讲我们教会历史悠久哦，历史遮久的哦，哇不得了！
这历史是安怎演出来？这句话是因每一个仆人忠心遵守的话。他们因这做伙来到一地，看到一个人就传一个。因为伊知影上帝交予伊的，就是讲要去找这款的人，上需要上帝，你就去甲伊讲。我嘛唔知你需要爱是唔需要，我就先甲你讲，互你有听到上帝的声，有机会倒转来上帝的家，这就是伊咧做的。这嘛是阮应该带你做伙去做的代志。天父投资交予你，你会找转来你对伊的忠心。这个投资嘛交予你，上帝连你的身躯顶交出遮侪物啊！你会当较济，你会当来遮聚会，了有一个教会伫遮，你会当有遮侪兄弟姊妹甲你关怀。这个重点到底是啥？上帝为虾米要投资遮侪物啊伫你的身躯顶？这句话你记心头内底，因为耶稣基督嘛是为着撒解这种人，对天到地去走出，伊亲身行到伊头前讲：撒解落来，我今日要带恁斗啊！你了，你对伊来讲，对这撒解来讲，我是谁？伊为虾米来甲我走出？我嘛是有走出来啦。啊，这句话上帝做一个结语啊，伊个撒解故事做了一个结语，讲伊来就是要一款，为着一款的人，这款的人伊四界拢伫咧身边，摆伫世界各地，各有这款的人，你必须爱去做。这句话来讲，我惊讲，我听讲伫咧雨伞的代志，啥物讲？雨伞后壁拢歹用，我惊讲会收着手，会挂着手，我就唔敢用来放边啊，雨水也就淋不要紧。我咱才讲，雨伞就爱直去用啊，有时阵我就变安尼，我赶快去挡雨，无想要叫你雨伞摕起来挡这个雨啊。其实上帝互咱遮侪物啊，我讲上哦，这一两赢，就一两赢，对吧？一两银子放伫咧手头，我毋知是偌济，对你来讲是偌济，我毋知。有收去，安尼就是还佫有机会。耶稣讲的比喻内底，这底讲出去转来，开始问一个，每一个人讲你做到偌济，做到偌济。对咱来讲，这故事无结束，阮伫中，你每一人上帝一定互你啊，迄一两年放伫你手头，起码你要是安怎？你知影无收去，你是要安怎做？把握迄个机会。天父相信你，阮听讲，阮爱相信天父。所以我嘛甲你讲，天父嘛相信你，因为伊知影恁会做出正确的决定。你也知影安怎去运用上帝互你的投资。上要讲倒转来爱找点代志，到底上帝交阮这物仔的一切目的到底是啥？在哥林多后书5章18到19节内底，也讲伊将一个学好的结婚哦，就是很好的职分交咱，将这个很好的道理嘛交咱，这是阮上大的资产。阮今仔日会当求上帝这个，求上帝迄个，会当一只敬拜，会当一只唱歌，会当吟诗来娱乐咱的上帝。敢若一项代志是上帝的恩典，伊互咱有这个机会做即摆的代志。毋过这一切的目的，这一切互咱的方法，来丰富、好处、好物仔，拢有一项代志，就是要做一项叫咱会当做好这个，叫人甲上帝合好的这份。你想到这，你较知影到底重点是啥？你的生活的重点放伫倒位，是更互阮一寡生活是愈来愈丰富，教会看起来愈来愈大，愈来愈有气派，还是别项？搁倒转来，一句话甲咱提醒：上帝交互咱的能力，是互咱会当这个世界做一个见证，将这个咱上帝和好的道理带出去。人知，这就是你学到的代志。
上帝的口子，天飞的刀出，更别心里，遮多物啊，你来起来做啥？即马即个时份交你啦，恁免安怎？我知影有遮多人要教人，要教人传福音，教人讲上帝是偌好，袂歹，你来做决定，应该，这是阮生活中上重要的代志，有机会教人讲上帝是偌好，对伊来讲有啥物重要，这是好的。啊，毋过，即个好学即马，即个很好的工作工课已经放伫阮身躯顶啦，我是免安怎？来看卖，伊的投出内底有一寡深深的期待。伫《使徒行传》1章8节内底，伊讲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不得一点能力，而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。这个话内底不是甲我讲，哦，你去做见证，伊个有一个方向。讲你不是特别食，你特别哦，行遮我有，毋是讲你爱想着别项别位所在。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，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。你会想着讲，这代志不是敢若遮尔，还有四界遮多所在需要去做。嘛不是讲遮做了，我才去做别位。但是按照这个逻辑啊，讲先做到遮好啊，去做别位，台湾到遮是无可能得到福音的。你等于去欧洲去欧洲看嘛，你嘛知；去美国你看嘛，你嘛知。因拢是基督徒，无差遮济。即马欧洲内底，你看遮济基督徒，名是基督徒，做的拢毋是基督徒的代志。所以即马佫有人走转去欧洲迄边去传福音，不是互华人哦，伊是讲当地的像德国人、英国人、美国人在那里做他们的福音工作，也要传福音，互人因的人听。讲奇怪的，毋是讲基督教国家，哪会佫变伊安尼？基督教国家无表示讲每一个人拢是基督徒，这是重点。是哪位需要，就去哪位为主来做见证，做见证。所以你遮遐到遐，拢爱做用心的见证。啊，你讲我是安那会当做的？哪有可能呢？我就一个人赢，我就先讲有遮侪物啊，嘛无法度准许别人去做就好，无可能别人爱去做。啊，毋过你袂晓置身事外，讲甲你无关系，无啥代志。即个投出一两银，肯定你身躯顶，一两银会当活，安那用你就爱想办法用到彻底，用到讲照伊的心意去做。你遮要甲伊邀请，你爱想看卖，你会当做一款代志，互你袂当放袂离上帝真正的交互你的重点到底是啥？到底是啥？头一个，我希望你会当真实的关心，是做很扎实、很真实的一个来配音来一个。你看，咱有一本册叫《宣教日语》，伊刚是做翻译转来，互人家来读。伊内底有一个重点，伊将每一个需要福音的民族、地区，甲你做一个介绍，有写一段祈祷文，你会当照迄个祈祷的这个内容来祈祷。为什么要有？为什么有一段来介绍因是虾米的民族？因住伫倒位？因的生活的境况是安怎？为虾米？真简单，请问你，你替人祈祷的时阵，愈熟的人是祈祷起来愈有法度。哇，会有来不济，我讲我来祈祷，我来对迄个伊索比亚的百姓祈祷，上帝，你来祝福恁，无啊？自然你毋知有啥物祈祷，互因好有够食，有清气的水，差不多结束。即摆我反过来对你问，你来为你的查某囝来祈祷，为你的囡仔来祈祷，落的，一项对一项，一项对一项。只是关心伊的学费安怎，伊的头家安怎，伊的头路做甲有好无，有巧无，有正直无。哎呀，伊昨拍一个像一个感冒我起来祈祷来看，甲天空较变好者。结果另外一个伊所边的我有祈祷，有，我知影伊有。毋过即个祈祷，讲欠一丝仔，就是无看到耶稣看因的心，看因的心。耶稣是安怎看因的心？
你着想看觅，你三界的时阵，伊是深深行到遐讲，三界你落来。这项是耶稣叫阮来做做的祈祷，你清楚知影因是啥，需要啥物祈祷。那你教会有伫为一寡国家民族来祈祷，我希望你做一项代志。你逐工去看，去找伊的新闻吼，或是若是讲一寡介绍伊国家的情况，或者是一寡宣教士宣告士，连遐写倒来的一个代导性，你仔细，你斟酌甲看，一项一项为祈祷，你会发现你的祈祷甲以前就无共。你突然看到讲为什么爱替伊祈祷？什么代志爱较去注意？若讲下一封伊的这代导信都转来时，我赶紧看卖，哇！伊是顶解我祈祷的代志有成无？上帝安怎做啊？这是真正的祈祷。你必须开始做这项代志。我希望教会开始祈祷，毋但开始祈祷会我遮济人，是想到迄个对象的时阵，祈祷的对象的时阵，伊为他们带导的对象时，你会遮感动。我想到就是这项代志，这项代志。毋是讲有一个名叫做啥物的啦。我去厝衫，开始我无拍哩，穿迄个完整的西装安尼，穿这领衫啦。可能有人看伊讲，这敢是原住民的迄个传统的衫吼，你是毋是？这是泰国的国服。我嘛是误打误撞，当年去遐来做一寡神学教导的时阵，伊就看讲嘛无啥钱互你，你就该开钱过来，好啦，送你一领衫，意思吼，来参加者吼，这领衫我真我真介意，为啥？免打领带。你知影查某人拍领带真痛苦的，尤其是夏天，哇，你寒，大咧寒死啊寒，真痛苦的。即摆这领我较轻松，佫透气，所以就变成阮讲到是专用的服装，对服装啦大概来我顺便就介绍，这开始就是讲一个，我发现着，我会当做啥物代志。其实我开始去泰国去做一寡服饰，只有一个原因，我想说，上帝我会当做啥物来帮助我的同学。因伫泰国宣教遮辛苦的，我会当做啥物会当改变这个第二道，想着讲好，我有一个法度，我用我的假，我去甲公司请假，准备一寡钱，我家己到遐去替假册。我讲，我来假册，你免甲我招呼，免，你去耍，你去休假，你去休困，这堂课我甲你包的。其实我教个无教好，这狂妄啊，想讲神学院读过这简单我会教。结果发现就是安尼，迄边的学生甲阮想的拢无共。哇，一直改，本来讲遮困难，愈讲愈简单，上尾讲你讲你听有无？差不多啦吼，搁要改，爱学习。毋过迄两礼拜、3礼拜几轮教册，我就发现一件代志，我的朋友、我的同学，会当比着真正的效果。我发现啥物叫真正的关心，我就开始做一寡我祈祷，带我来去做一寡应该做的运动。你想你有遮侪好的边啊？我讲我神学院读的册，读的边啊来会当做一寡教材去迄边教册。你知影，迄就是我身躯里有的边啊，对吼，我会当做。我阁有假期会当用，搁有淡薄仔难说，我有一寡钱会当去付迄机票，我会上那个我就去啊。你身上的好，你身躯的好面啊，有遮侪，一定比我搁较侪。我即摆来问的时阵，你这好面你要放伫倒位？你要用伫啥物代志顶头？去做你当做的代志。所以有祈祷，其实讲两个代志。你的祈祷会稳带你的行动去到应该去的所在，这就是重点。你会好，针对你的祈祷的内容、祈祷的对象，你就知影应该安怎来用。毋过我讲的是以后的代志，是即摆的代志。你讲时间还没有到，对，时间还没有到，时间无到，无到遐。问题讲，这个代志已经交托互你啊，已经交互你啊。我
伫我的看法内底，我可能一样，我看咧每一个人拢是同样的，拢可能更较济，你袂安怎做？我相信你会做比我更加厉害更好的办法来运用它，所以钱愈济，讲你的才能，上帝互你的投资愈济，愈爱想你要安怎有较巧的来用来使用即款物件，做一个较重要的所在。看伊的投资的物件，啥物是上帝特别着的物件？我相信伊是，迄个应该就是接管的，搁较济钱。啊，迄是啥？我相信恁拢知影。我即摆到遮来是邀请大家做伙来想，上帝互你投资爱去做咩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？阮来做伙来做，阮来共齐来做，做伫伊顶头。我看起来是了钱，还是趁钱？搁有一项代志，上重要的代志就是上帝的心会满足。伊知影你是伊真正忠心的仆人，你做伊叫你要去做的代志，迄毋是趁钱济，还是趁钱少的来比较啊？原上帝投资伫咱顶头，定定伫咧互思想，我今仔日好物仔，我今仔这一切，到底上帝是我袂放伫倒位？头前讲的。很好的持分，从这里到那里，遮侪所在需要，是上帝放伫我的心头顶，是伊的命令，是伊的心意。我是安怎来分出来，分对来看这条路。我的人生还阁有机会，我要哪做？是即马，毋是以后的代志。阮做咧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来使用咱，你放伫咱身躯顶遮侪好的物仔，好的训练，好的资源，你教阮来使用。阮免惊会了钱，还是讲做甲不好，有一项代志是，我是安怎做伫你的身躯顶，安怎做伫你关心的代志，安怎做伫迄个找找迄个需要的人的身上，就。求上帝来帮助咱，做伙来行这条路。对即摆开始，我的祈祷、我的奉献、我的支持、我的行为、我的行动，拢交伫你的手头。愿你来稳带、信心啊，甲阮亲身的假释，互阮行伫你的道顶，无后悔、无担忧、无惊吓。阮三甲祈祷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请行规举步来读今仔日的经句，咱做伙来唱两遍。少情的少收，对情的收，对多数到手人家。少情的少收，对情的收，对多数到手人家。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话，圣诗580首，圣诗580首。
弟弟。团队的顾问下超牧师的分享，煞要固定宣教组的规划。无久的消息第一点，宣教组甲所里牧区定日7月15号拜三到18号会举办儿童少年的夏令营，主题是2020在松山遇见爱。欢迎国小3年到国中3年的学生来报名参加，相对人数是60位，欢迎加。因为咱参加咱拜六的活动，每一个人收材料费300块。较早报名的是招较侪人来报名的，佫有优待。报名到6月18号拜四早起，咱详细情形咱看伫楼报拿的海报。第二点，上年安排定伫6月17号拜三，上午10点要举行团体聚会，会中邀请林良哲长老来会长，请朋友参加。准备高三了后有所有的活动。烘焙部分受创哦，请用中心来定制。周间的聚会甲后礼拜圣工的事务，请家己来看。请牧师补充报告，甲介绍新来的人。好，咱欢迎今仔日来到咱中间，而且的新的朋友。第一位，咱欢迎对马来西亚来于礼成弟兄跟他的。咱来欢迎郑成杰弟兄。好，咱的迄个二小夏令营的报名，请咱兄弟会当注意吼，咱即马的报名费一个人是200块，吼，所以请咱会当邀请咱厝内囡仔做伙来参加，嘿，真有意思，嘛真会当互囡仔成长的一个营会。咱今仔日下晡嘛有欢迎咱的夏牧师继续吼，甲咱有一寡的教导，所以咱嘛会当兄弟姊妹嘛当12点半做伙来参加，来听安尼的一个演讲。或者是咱来为着兄弟姊妹的进行来祈祷。咱内心为着家之节吼，搁家之节伊伫顶礼拜做一个脊椎的手术，拢真顺利，来为伊祈祷。咱为着淑文姐来祈祷，淑文姐即摆情形是真好，所以咱嘛恳求主会当帮助安慰因厝内人。伊即时拢是接受安宁的治疗，但是咱兄弟姊妹咱就是较无方便去甲伊探访，所以咱伫祈祷中间来为着伊祈祷，为着伊的厝内来祈祷，嘛为着敬奉兄来祈祷。那么为着你处理疗养的邓妈妈、水平兄、郭黄兰英姐，这是郭中黄牛肉、阿贵哥的妈妈，吼，即马身躯嘛较衰弱，为着伊祈祷。廖罗素梅姐、翠芬姐的妈妈，吼，为着伊的脚来祈祷。敬和兄、敏娟、慧玲姐、陈金红长老、以礼、楚文兄、方梅姐、志金姐、明梨姐、秀霞姐、李霞姐、龚怡姐、阿淑姐、惠子姐。谢平兄、富丽姐、阿玉姐、阿秀姐、郭元兄、东龙兄、李雀老师、嘉禾姐，咱
拢不断为着遮个你厝内疗养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咱嘛为着咱的教会，为着咱的国家，为着咱的世界，互咱开嘴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当诚做是你的肢体，阮会当结连伫你，完成做教会。主，阮也感谢你，手术互阮有传福音的安尼一个使命，帮助阮。虽然阮无够野，虽然阮真憨慢，总是恳求主借着阮小小的气力，将你的福音传到阮四周围的人中间。主，阮也知影，祈祷是阮每一个人拢会当做的代志。无论阮伫厝内，无论阮厝外坐车，阮拢会当祈祷。阮除了为家己祈祷，阮也会当为着兄弟姊妹来祈祷。主，只是阮要为着你病医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为着家之节，为着苏君节，为着pin红兄因来祈祷。恳求主手术医治，手术安慰甲平安伫因的内面。阮也为着伫厝里疗养的遮侪兄弟来祈祷。恳求主手术气力，互因厝内的人。伫照顾遮病人中间，真正需要特大的气力、特大的疼心、耐心。主，恳求主就甲因同在，帮助遮的家庭，拢有上帝你所守护的平安。阮嘛要为着阮的教会，为着阮的下令营来祈祷，恳求主保守，互阮所计划的安尼一个营会，会当诚做侪囡仔的帮助。阮也要为着阮的国家，为着阮的世界来祈祷，恳求主借着你的福音，会当来解决阮所看见的即个真歹的环境，主帮助阮兄弟姊妹有信心、仰望你，借着阮所传的福音，会当来引传到较侪人来明白你。主，恳求你使用阮，伫阮转去，阮无论阮的家庭，伫阮的职场，伫阮学校，阮拢会当为主你来宣扬你的福音。主，恳求你使用阮，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是来吟圣诗387首，圣诗387首，有只要请咱有书去读。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，阿门。
联合。它会瞬间打。它那个波，它不是这样。